冷静，主公。主公，可水宗室有何误会？误会？为何到现在都没有看普星寺缘起？主公，三思啊！此事我不再一一计较，但现在动画番剧《普星寺缘起》播出了，总该看了吧？哈哈哈哈哈！自不必说，老夫早已追番了。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穿过人群昂扬，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在黑暗中释放。我的一切都是肮脏，外人看似仓皇，你的周围出现光芒，转身变换了模样。冥冥中种下了坚强，如果我有力量，任我横冲直撞，连踏世界的荒唐，迈向成王。记住，咱们的目标是头筹。大胆，竟敢硬闯我天机城，简直胡闹！可知他们所为何事？说是求见巨子。巨子早已云游，简直胡闹！可就在刚刚，有了位新巨子，还是个小姑娘。胡闹！女人当巨子，简直胡闹！还不拜见莫门剧？黑心哥哥，阿泽哥哥，胡闹！给我围住！是。巨子在此，谁也敢动！拿下！我胡闹，我也胡闹！胡闹，真是胡闹！失礼了，莫门弟子莫玄。在下周天行。云泽，就是你俩破了机关阵。破机关阵？谁说的？他说的。你不是说硬闯进来的吗？是硬闯机关道进来的。师兄，城外还有2个人。你说话就说话，每次掰着指头数什么呀？是师姐说你超过10个字，怕你听不懂。依墨家规矩，我2人已闯过机关道，为何反倒被墨家武者围剿？对呀，原来墨家不讲规矩的，出尔反尔很有一套。胡闹！你们说的废话太多，我听不懂。快去请几位闭关长老出关。哦。先把客人迎进城。主公，若，你们也认识？这是主公。主公，这位是墨家裘长老。新阳元氏，袁采薇。汝南元氏倒是有所耳闻，
新阳元氏。相传墨家兼爱，子弟宾客一视同仁，并不介意门第高下之别。袁姑娘误会，并非小瞧之意，只是墨门巨子地位显赫，不可为一家一姓之奴婢。长老，此言何意？主公，是这样的，我误打误撞解开了他们的天机锁。墨家规矩甚多，也难为你憋在这里。不啊，这些书籍图纸十分有趣。如此枯燥乏味，你竟看得进去？再过半日，长老出关，我便请示让他收你入墨家。是要做个墨家武者，还是要钻研机关术，也都随你兴趣。自然是要学习机关术的。你看这设计，很是精妙。只是这里还有这里，这张图纸是长老所创，太过高深，你请教我也答不上来。我心思在习武上，总想着以后能遇见个可以过招的男人。这张图纸其实还可以改进。改进？不，墨家机关术大巧若拙，一定是我想多了。接着，给你解个闷儿。鲁班锁，3层鲁班锁，用不了3息之间吗？3天啊！我了个鬼啊！难道他是？没准他是蒙对的。再送你一个，这个嘛，需要3，也是3息之间吗？5个月呀，鬼神啊！你以前学过？没有啊，就是平时也爱摆弄些机关道具。这是……你先玩着，一会儿还有个更刺激的。我就不信了，你还能解开这个不成？那是墨旋风。他去塔顶做什么？胡闹！追！巨子在上，墨玄这厢有礼了。你要是能解开这个，巨子就后继有人了。墨玄姐姐，你去哪儿了？刺激的在这儿，拿去。这个好难。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时间一到，我就得拿走。胡闹！机关塔上层可是前任巨子留下的天机锁。是我太多心了，怎么可能有人30息内打开天机锁？天机锁不是只有每年冥鬼节才能由机关术最厉害的墨家弟子来发起挑战的吗？而且从来都没人成功过。说话简单点儿，听着嘞。天机锁不能带出来。是啊，对。除此之外，天机锁内是巨子留下的墨家终极秘密，若是破坏了规矩，擅自拿走，1炷香的时间，机关塔便会启动机关城的各个消息，进入战备。
那就麻烦大了。除非天机锁被解开。给我，来不及了。这个比这些都难。天哪，你究竟是谁？我是杜若啊！不，你是巨子，莫玄拜见第8代巨子。旋风师姐，不好了，2个男的闯过机关道，要拜见巨子。弟子们都聚集在大殿，不知所措，怎么办呀？正好，他就是我们的新巨子了。正好所有弟子一起拜见，跟莫胡闹说来大殿。新任巨子啊！于是你们这位杜若姑娘，现在就是我们墨家巨子了。虽说前任巨子定下这个规矩，但墨家历来历代也无女子成为巨子的先例，又是氏族家臣，这实在是让我们很难答应。哼，我看你这长老其实就是不服气。若儿是真厉害，你们什么墨家机关术，都还不如一个小丫头心里手巧，还端着架子。秦泽是吧？有些意思。严师弟也说了，只开了3道机关，侥幸闯过，可别骄傲啊！不服来试试。好啊。莫玄姐姐救过我。放心。阿泽，点到为止。莫玄姐姐，你怎么样了？速度可以呀。哼，这男人不错。难得你还会夸男人。诸位误会了，宗某等人对巨子之位并无兴趣，只是要向墨家求一物。不知邹师所需何物？火瞳之精。那便免谈。墨家火瞳之精，非巨子不能受用。那看来只好他做巨子了。不要！一个身份来历不明的女子，一个疯癫狂妄的老头，一个不知哪处山寨的世俗，还有2个异能之辈。邱长老，这些人虎视眈眈，窥火瞳之精，占我巨子之位，胡闹，简直胡闹！这小女孩便做了巨子，又与邹师你何干？邹师乃阴阳家，难道也想改投墨门？哎，非也。我取火瞳之精，只为造鼎。鼎成之日，引入甘兴，便可收益于墨家。不瞒诸位，我自身并无异能，却懂得怎么赐人异能。若墨家愿意合作，老夫自当共享异能。可赐异能？确实如此，此2人异能便为他所赐，只需墨家合作，便是共赢。2位家臣异能奇异，家仆侍女天赋异禀。敢问你有何长处？主公剑术出众。杜若，若真如邹师所说，
墨家弟子共享异能，那倒是可以商议。只是墨家有墨家的规矩，杜若巨子与你新阳元氏再无瓜葛。你不再是何人的主公，他们也不再受命于你。而尔等见了巨子，也要拜见。我不当什么巨子，我只认主公。是啊，别替这老头下手。若不守规矩，又怎能合作？人一时得一时，你若想得异能，便无需在乎小节。采薇无德无能，与二位相比，也只是寻常女子。从今往后，不必叫我主公。啊！杜若，主公，今日起，你我主仆恩义已尽。采薇，见过巨子。主公不要！杜若愿誓死追随主公左右。你我主仆情谊就此断绝。老夫也见过新任巨子。怎么，秦师弟、周师弟、邹师都拜了，你们不拜新任巨子吗？邱长老，莫玄，你们要继续胡闹！这丫头心里向着她主公，你们看不明白吗？那你现在看得明白吗？拜不拜呢？真是胡闹！我墨家机关术大巧若拙，大道至简，物尽其用。尔等不学，却要求什么异能？胡闹！确实，墨家弟子互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需要外来的巨子。师兄说的对，这巨子我们不认。你们说的都是废话，简单点儿，不拜的，跟我走。好，我们走，走，我们走，走。秋山跪拜第8任巨子，拜见第8任巨子。阵风雨着分装，不顾心之伤。寒光铁衣苍苍，冷血暗弓喷张。剑舞旌旗飘扬，乾坤人自翱翔。蓦然回首，月下孤影仓皇。专注歌影红妆，想洒下月光。宁愿尘缘散尽的彷徨，黑暗深渊凝望。女红披上戎装，许诺是假的荣光，是以为所是担当。爱与情何以问，生死何以谈。为寄情愿长存，没不再待重生。愿逐歌诉红妆，把酒当月光。哪怕尘缘散尽，心不忘，舍身奔赴愿